要不是秦医生请他吃饭，我都怕他闷出病来。现在全院也就秦医生能安抚安抚他。来啦！完蛋，还以为是外卖呢。从柔，我知道你在，你开门。你不开门，我就一直敲，敲到你开为止。你要躲我到什么时候？躲到实习期结束吗？你也太怂了吧！谁怂了？有事说事儿。你为什么躲着我？谁躲着你了？我是因为这几天太忙，没时间跟无关紧要的人说话。无关紧要，这就是你跟我划清界限的原因。那我们现在什么关系？无关紧要的同事，无关紧要的邻居。是什么关系重要吗？反正你喜欢的人不是秦楚。你是在吃醋吗？从容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我喜欢的人不是秦楚，怎么可能？你说你喜欢一个人很久了，那个人大概还不知道我喜欢他吧。不管你喜欢的是谁，总之不要再和我暧昧不清就行。你能意识到我在和你暧昧不清就好。他喜欢的不是秦楚，那会是谁啊？冷静冷静，别想了，反正不可能是我。